讲到这拜五就是中秋咯，中央气象署也讲，这中秋连假期间，台湾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正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有可能会落雨。虽然这西部地区的天气较稳定，过昼也是要注意西北风。另外，这10月初1到初2呢，会有较强的冷区压落南，到时阵北部、东半部呢，这雨水会增加，温度也较降。台北市虽然早起有落大雨，不过下晡日头真炎。未来几天中秋连假期间，受东北风影响，东半部、北部侧方面三不五时会有阵雨。西半部天气稳定，但是要注意过昼的西北风。迎风面的这个东半部地区，还有基隆北海岸，就会稍微比较温度高受比较没有那么高，大约是在31到33度。那西半部都还是有34、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。28号到30号这一天是水汽稍微增加，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，还有在东半部雨量都整天的降雨几率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，云量也会比较多。那在西半部地区。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，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。安尼天气形态连假以后就会改变。10月初1开始，有来自北方较强的冷区压落南，到时台湾北部温度会小可下降，水汽也会较高。10月1号跟2号这2天，东北季风影响，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，甚至是在桃园一点点这个地方，还有整个东半部降雨会比较明显的一点个增加。那在中南部的地区，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。北部跟宜兰地区，高温会大概下降个2到3度左右。气象署讲，中秋若要欣赏月娘，北部、东部云高较无适合，中南部会较有机会。但是云林以北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，要注意大楼。另外，目前伫咧台湾南边、中南半岛到关岛是一大片天气无稳定的低压带，目前发展的状况较无明。气象署估计连假了后，就要注意敢会结做风台。记者阮刘水台北报道。